来看高雄无水疗移民也祭典，伫2012年订入做部县文化资产。水疗国小为着要传承这移民也祭典文化，结合着传统的宋江灯甲红仔戏剧，用台语搬无水疗小城故事，要请武术教练启东杰来做武术的指导。 治疗国小的学生用绳啊、抽红啊搬戏，透过甲时代斗阵学台语词，甲无治疗特殊的移民野文化变做戏剧。参与演出的学生分无同的舌头，同齐合作，有人拍三通鼓，嘛有人表演宋江灯，甲有200多档历史的移民野祭典特色，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分享。 学生大卡步逐摆出腿，拢真有关系。这是将马社团的业师腿，指导宋江镇的市东杰教练。50年前，因为基因到无治疗，拜拳头师张景清为师学习推法。后来时代演变，古早乡勇团练豆豆啊消息，传统宋江镇推法嘛愈来愈罕得看到。而较早伫无治疗内底，伊长伊特别无受伤。 因为你长伊的物件，毋是举出咧人修正，迄是咧练力。真有诶古册内底，一路拢讲台语，无了国语的，国语讲得到袂哦，袂顺啊，佮兼会拍夹啊。感觉不错啊，因为可以学到一些以前人他们在用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是头旗，它是 最前面那一个带头的。市东杰教练表示，无治疗的传统宋江灯真有历史，古早会当做108人的顶头。治疗国小目前有8个学生伫咧学推法，伊嘛寄望这本古早的台语推法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